再来关心社会新闻，有27本的这个手指谱啊，掀开塑料界长期官场的见笑台。公听会前委员，这个算委员长赵木钦呢，和监察院陈兴，最后证据就是来自这个富商，就是这好业人张某将伊笔记簿啊内面所写的，甲司法界、司法官、警界高层买股票、食饭等等过程，更加呢已经掀开23年前的弊案。当时这个王某将投资机会失败，因为赔3亿。赔3亿，唔甘愿，找赵木钦去讨论，后来找这个财务经理吴先富讲，这是这个假本票，美过这个赔偿了后，提出讲当时银行的行员，一个姓朱的这个经理，就咧想袂开。即马相关的人员拢总互人掠出来，有3个当时是司法界高层，已经互人分案调查。公听会前委员长赵木钦牵涉官场界司法见笑台案件愈来愈烈，涉案的人侪要20个人，法务部嘛下令撤查。案件回档来到1998年，当年做纺织的红木匠公司操作衍生性商品了真济，欠百里银行1000万美金，伊就向法界朋友赵木钦参详，尾仔由公司的财务经理吴先富讲是假定准单，找时任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和时任台南地检署检察长自首互判2年，假追3年，尾仔免刑3亿。一个结果，互这30多岁银行行员自杀，而且红木匠阁向银行经理接8岁、9岁查某囝讨5亿的债务。前后及侦办期间，承办的检察官屈鸿玉与该署检察长黄万户皆曾与翁茂忠有所接触，并于事后承购翁茂忠所属公司的股票。检调彻查发现，证据拢伫咧簿仔内底，写1998年台南地检署替吴先富百里银行作证，个买股名单除了赵木钦、王宗义、刘碧良、彭万富、金大生，全部拢是司法界有名的头人。为厘清外界的质疑，以最高标准来处理，所以都将移由检察机关重启调查。20个人接受调查，其中彭万富、金大生、曲丰玉是诚信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含红木匠买股票。即马定调查，这27本簿仔内底，嘛有大家看到官场界见笑台。